接跳啊！开始了。扎西雪。尽量看我嘛，尽量看我。扎西雪的名字叫。重新来。他们没有喝了。啊？这些希望他们最好是。作弊的行为。有点冷了。重新来吗？重新来吗？完整版吗？完整版不要了呀。昨天就是。你刚才在这边前面来跳算了，照他跳。你们几个帅哥跳的这一起分账的。准备好没有？相当不错，嘎。三个美女。准备好没得？摩托车进去干嘛？来了，扎西来了。好，你不要。开始了啊！不要说话啊。手机。拿出来。小一个声。笑死！哇塞！哇塞！把另外一个喊起来了。哎，家人们点点赞，没点关注。4个，一个直播。有4个。抓西球，我们3个跳一下，哎。来。抓西球跳下去。扎西雪，还有扎西跟他学。快过来。扎西球。要完整版吗？完整版吧，他们。都要完整版吗？要这里。来。真的不知不觉的就已经跳到这里了。就是吧，就是怎么往边上跳了？走吧，打架那个摔到。我准备走了哈。
马上就录完了，这儿最后一首了，我没跳有电了完整版，，跳完整版。我没有电了。烦了，自己下来耍呗，我跟你说。来家嘛，点点赞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刚刚那个这里不要忘了。好，没错，点了银座的手机点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帮忙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你听我打。了，抓起队嘞！喂！喝了几，我才没去，我请了好点酒。喝了7个酒，喝了7个酒啊。抓紧前面这间隔稍微略宽一点。刚才我起来给妹子照个相。就那个霸王茶就不用了。霸王茶路上啊，好，霸王茶一好像那个快递那个应该录错了吧？来家人们，咱们点赞，我是曾总，咱们的点赞，我往是曾总上一点一点，不要往下走了。哎，谢谢顾客，我这这边上谢谢。来，站位，站好，开始喽！啊，是真的是手拍水不管是别人。不一样，真的是变。我就是说笑的爹。开始了。带翻了，带翻了！这拉过来。我让我这让。你也会跳啊？那你在这边肯定会跳呀。张西这边跳，张西这不，边。你在那边跳嘛？对。那边跳，那开始了。家人们点点赞，点点赞。开始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跳错了。哎呀，是不是差点？越跳越远了，后边跳。
越跳越歪了。越走越远了。越走。等一下结束到那边了吧？结束到二环路去了。越走越远。转圈圈转圆圆。好累，这个圆圈我转，这个圈，你看走了好远哦。跳完就到红牌楼了。跳了2辆车了，基本上1辆车就得。跳太远。再跳一点，陈修的队要走。这还跳。看吧，你们跳人都看不到了，这。